大家好，我係客家仔土神啊。今晚夜咧有隻湖南嘅客家朋友來老我哋講客家話，也名咧按做係小豬。小豬，麻煩你先老觀眾朋友介紹下你自家先做得冇？大家好，我係小豬，我係99年嘅，你今下出哪處哦？已經話係到虎門呢邊，廣東虎門你係在入邊讀書還是在入邊做工哦？做工嘛。你本身係湖南哪隻地方嘅客家人啊？湖南省揚州市。在揚州嗰邊係咪好多人都講客家話？應該係講，只要係離嗰個廣東腔遠嗰邊，基本上都係會講客家話。所以你講嘅客家話，老廣東腔遠嘅客家話係差唔多嘅。也唔一定，因為湖南嗰邊嘅客家話，俾嗰度湖南嗰邊影響，可能有嗰種像西南官話，就有啲像咁嘅聲音。但腔遠嗰邊咧，就有啲類似拍話，像講粵語嗰度。所以你拍話你也聽嘅是？拍話我係聽唔懂，因為我哋嗰邊只講客家話和嗰個湖南嗰邊嘅西南官話。係的，西南官話就是類似像四川、雲南、重慶講嘅嗰度。也對嗰邊嘅人喊一種話，也係喊做客家話，還係講有其他名哦？我先講就係客家話。就係我哋本地人也係喊一種話，喊客家話。對。睇我爸爸媽媽都係講客家話嘅。對啊，親戚朋友也係大部分也係講客家話。你有冇兄弟姊妹哦？有啊。老家條也係講客家話咯。係。佢好像我今日去到亞條嗰邊去旅遊啊，去撩咧，我做得老亞條人可以叫講客家話冇啊？可以啊，基本上你去到嗰邊嘅話，也可以用客家話和其他人交流嘛。睇你出廣東入邊做工，你有冇留其他朋友講客家話嘅？我朋友呢，基本冇可能在到一個城市啊，所以講我平時講普通話比較多。睇你出東莞虎門，應該多多少少都有好多廣東嘅客家人咯。但係我冇遇到過啊，因為現在東莞呢邊大部分係外省人比較多啊。亞條嗰邊做菜炒菜係咩放辣椒嘅？喺湖南嗰邊食辣椒比較多。亞嗰邊中意做乜嘅客家菜咧？像釀豆腐啊啲度。所以講釀豆腐就係基本上好多地方都有嘅。係啊。所以你講客家話，但係你就基本上廣東嘅拍話，你係基本上係唔有聽嘅。拍話我其實唔會講，也其實聽得也唔係好清楚，因為我哋嗰邊主要係講客家話。比如說西到鎮上面，種可能有啲人唔會講客家話，就好可能講嘅西南官話。所以你講啲西南官話，你也係有講啊？也會講啊，就和同學啊，或者和鎮方嗰個縣入邊嘅人就會講西南官話。喺亞條呢隻地方係講客家話嘅人嗰度，還係講西南官話嘅人嗰度啊？大部分人係講西南官話，其實客家話係算少數，只有幾隻嗰度小村子講客家話而已。喺亞條講西南官話嘅人，有冇有聽亞條講客家話咧？第一個係聽唔懂嘅，講西南官話嘅人，基本上有啲人佢只會講啲嘅，佢聽唔懂客家話。喺廣東你有去過乜嘅地方了哦？你要講以前去過了嘅話，去過廣州或者深圳嗰邊。以前嘅話，聽嗰度老人家講，我哋嗰邊係從非洲以前遷移過去嘛，所以講有時候我想去非洲嗰邊聽下佢哋講嘅客家話。其實我覺得你講一種話，在廣東老廣東嘅客家人交流啊，講話係冇問題啊。你感覺我現在想講嗰啲路口音像廣東哪個地方啊？嗰種梅州啦、梅縣啊啲地方啊，五華啊，都多少都有啲像啊。我有時候到網上刷視頻翻嚟，感覺我講嘅話係真係和非洲嗰邊有啲像嘅。其實也差唔多，因為非洲嘅客家話、老梅縣嘅客家話多多少少都有啲像，所以都差唔多嘅，都可以溝通嘅。深圳嗰邊好像講拍話係講嗰個客家話多嘅。本地人咧就講客家話嗰多，不過本地人講拍話也好多，搞到咧喊做係回調話。係咁啫。其實東莞有好多人講一種拍話老潛進嘅回調話，多多少少都有啲像嘅。係，但係我到目前發現東莞呢邊虎門大部分係講拍話。虎門就係講拍話，不過而去鳳崗、總木條啊啲地方就係講客家話嗰度咯，展啟啊啲地方，特別係鳳崗講客家話人嗰度，本地人。但有
有空去奉公嗰邊快。係啊，因為奉公咧，嗰邊喊做係客家之鄉，意思就係客家華僑之鄉，有好多奉公嘅客家人在外嘅，所以喊做華僑之鄉咯。咁你平時得閒啊，平時中意做啲乜嘅東西啊？愛好平時話，有時候下班和同事去打下羽毛球。你過年一般係一年轉幾多次永久啊？一年可能就轉1次吧，也就會過年或者有時候過節轉時。就係平時都冇轉去了誒。現在到廣州這邊待嘅時間比到湖南嗰邊時間還久。咁你入邊中意食乜嘅本地嘅東西啊？你係講湖南老家嗰邊係咪？咩就你咩做出入邊嘅時間個叫咩嘢？所以廣東入邊你中意食乜嘅東西？我廣東呢邊今年做嗰度乜嘢手藝拍切雞嗰度係咪好食？你中意食嗰啲拍切雞？你嗰啲嗰邊有冇做拍切雞啊？好像冇得。印象中湖南嗰邊話像做雞肉，它基本上都係炒雞肉或者係搞成嗰度做味嘅啦活。你來廣東幾多年啊？廣東可能10年啦。睇也好久哦。係啊。所以基本上睇你中意食腸粉呢？腸粉呢？腸粉也蠻好食嘅感覺。你也中意去飲早茶？有時候也是。好，我今日咧好開心做得到來自湖南嘅客家朋友小豬講客家話，我哋嘅客家話溝通係基本上冇問題嘅，多謝你啊小豬。好，我係多謝你。